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9号。这一期咱们又要聊潘东来，这个不聊都不行。为什么？这两天潘东来一下又火了，而且不停的上热搜。那既然上了热搜，那咱们还得要硬着头皮捏着鼻子聊一聊。这一次潘东来为什麼上熱搜？原因還不少。首先，潘東來似乎遇到了麻煩。5月6號這一天，知名的打假博主、知名打假人王海，他公開舉報潘東來涉嫌套取國家補貼資金，價格欺詐。我記得王海前不久是吧，也指出或者叫舉報潘東來賣的雞蛋有問題，什麼雞蛋裡面有角黃素，但這個話題咱們沒有聊過。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雙方可以互相舉證，就你指責他賣雞蛋有問題，人家證明自己雞蛋沒問題，等等，這個屬於一種正常的合理的這種質疑，雙方比較容易拿出證據。但是這一次為什麼要聊呢？因為這一次很有意思，因為這一次涉及到是王海指責潘東來套取國家補貼資金，這個事可不小，這已經不是什麼售假質量問題，這是很嚴重的一個指控啊，涉嫌價格欺詐。下面所有的內容都是我根據網上雙方的你來我往的這些東西念給大家聽，我不帶個人的這個觀點。什麼時候我個人有觀點呢？我在最後面，所以中間都是我在網上看到的。因為經常有不知道從哪來的潘東來的擁護者啊、擁躉、無腦粉、腦殘粉也會經常來我這頻道看，我也不知道為啥，不太清楚。所以我要先說清楚，這前面都不代表我的觀點，都是我在網上看到王海或者是潘東來他們自己的說法。首先，王海指控，我看了一下王海自己發的微博，5月6號，他這個標題就是潘東來時代電器涉嫌國補錢提價，價格欺詐，套取國家補貼資金。關於河南省許昌市有關部門在潘東來時代電器涉嫌國補錢提價，價格欺詐，套取國家補貼資金問題中，涉嫌地方保護失職瀆職、包庇縱容的舉報材料。你看他這個舉報對象還是河南省許昌市有關部門，舉報人王海，你看他下面寫的很詳細，王海是職業打假人，所以說人家矛頭對準誰很清楚。他說被舉報對象河南省許昌市商務、市場監管、財政、稅務等相關主管部門及其有關責任人員。許昌市潘東來時代電器有限公司涉嫌違法違規問題，涉及的監管、審核、核銷、投訴處理相關責任人員。你看他這個舉報對象好像並不包括潘東來本身，他是舉報這個監管部門。舉報事項，舉報人在協助消費者維權時發現，那舉報人當然指的就是王海啊。他說許昌市潘東來時代電器有限公司在參與2026年家電以舊換新國家補貼活動過程中，涉嫌對同一產品實施國補前提價、國補後騙補貼，以虛高價格作為補貼計算基數，造成消費者未真正享受國家補貼利益，並可能套取、騙取財政補貼資金。更嚴重的是，面對兩張已經國家稅務總局全國增值稅發票查驗平台核驗為真的電子發票，就人家王海拿了2張發票，這2張發票呢是同一個產品，10天內從2190元漲至2590元，國家補貼後消費者反而多付款的明確證據。當地有關部門如仍不依法立案、不全量審計、不追繳補貼、不移送線索，甚至以協商和解、廠家調價、個案消費糾紛等方式淡化處理，則涉嫌地方保護、包庇縱容、失職瀆職。王海指控還是很厲害的，他是指控的監管部門，他拿了2張在潘東來購買空調的發票，買的是同一個商品，10天價格就差了400塊。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即使涉事企業或當地部門以海信廠家調價、渠道統一調價作為解釋，也不能成為不查處、不審計、不追繳、不移送的理由。恰恰相反，這更應當督促有關部門獨立調查海信廠家、渠道商、零售商之間是否存在通過調價通知、建議價、最低價、
返利政策、限制終端優惠等方式，将国家補貼空間轉化為渠道利潤的問題。第二個，那麼他舉報的核心事實是什麼？前面是要求，對不對？2張真發票證明同一產品國補前後異常漲價。2020年1月8日，消費者王濤在許昌市潘東來時代電器有限公司購買海信空調1台，經國家稅務總局全國增值稅發票查驗平台核驗，發票號碼為，我就不念了，有發票號的，銷售方為許昌市潘東來時代電器有限公司，項目名稱為空調海信空調 KFR-3 5GW 白特，規格型號為 KFR-35GW， 什麼白特，價稅合計2190元，備注為1級能效。2020年1月18日，消費者家屬馬賽克在同一商家購買海信空調1台，經國家稅務總局全國增值稅發票查驗平台核驗，發票號為2641等等等，銷售方同樣為許昌市潘東來時代電器有限公司，項目名称和型號規格與1月8日發票完全一致，就是賣的是同一個空調，型號規格批次都一樣，但是這款空調價稅合計2590元。你看1月8號買的是2190，1月18號買的時候就2590。那這個因為1月18號要享受國家補貼，所以備注欄說明這發票寫了品牌是海信，類別空調，初始價格2590元，補貼金額388.5元。这個補貼是國補，國家不是以舊換新嘛，什麼之類的，反正買東西享受國補，我到現在為止我沒買過，不知道怎麼享受，所以這個甚是遺憾。但是他這個是享受國補的，補貼金額是388.5，除了這個國家補貼，那麼實際付的是2201塊5毛。王海說，他說也就是說，同一產品10天內漲價400元，國家補貼388.5元後，消費者實付仍比國補前高11.5元。國家補貼沒有降低消費者支出，反而疑似被商家漲價吞掉。消費者原投訴材料還記載，相關調查報告稱，2026年1月8號至1月28號，該商家旗下所有產品上調價格，涉案同型號產品上調為建議價2790元，最低價2590元。海信家電群聊天群於1月11日17時08分發出調價通知，1月12日執行。報告中還出現因享受國補最終售價定為2590元等表述。好了，到這都是王海他舉報的內容，我要查一下，不管是潘東來還是廠家還是渠道的原因，總之对於消費者來說，他享受國補之後，他就同樣一款空調，享受完國補之後，居然比原來沒有國補的時候還多了11塊。那不管怎麼說，消費者是冤大頭，吃了虧。同時國家這個錢也出了，國家388.5塊錢是出了，那這個好處誰得去了？就是消費者沒得到好處，消費者還多出11塊，國家出了388，那多出錢在哪兒呢？是誰拿走了呢？不知道，這個我沒有結論，我不清楚。那根據王海說法，總之這個消費者肯定是冤大頭，國家是更大的冤大頭。好，這個下面王海是接着舉報，他說為什麼涉嫌地方保護和失職瀆職？一，證據已經非常明確，不能再按普通消費糾紛淡化處理。這個王海說的應該是有道理，這個已經不是你跟消費者之間關係了，這個涉及到國家了，你國家的388去哪兒了？是不是這個邏輯？因為這裡面還涉及到一個國家的補貼在裡面，這套取國家補貼這個罪名是很大的。本案2張真發票證明同一產品、同一商家、同一型號，國補前2190元，國補後2590元，補貼後消費者反而多付錢。如果當地主管部門面對這種證據仍不立案，不調取價格備案，不查補貼核銷，那補貼都是要核銷的，補貼不是說你這商家說應該給我補多少，那就不是，那都是一筆一條一條的，那
當然了，這個我在以前節目說過是吧？那咱們連一個補貼都發不明白的地方，確實挺為難的。就是我一直在說啊，玩意這補貼都發不明白，你說到底是啥原因？當然，這個不是說指控胖东來，補貼發不明白，不光是胖东來这事，而是全部的。作为消費者來說，你想去享受補貼，這個挺難的，不太容易。王海說，國補政策明令禁止先漲價後補貼，地方監管不能裝看不見。商務部等部門關於2026年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明確要求，對違反價格備案要求、先漲價後補貼的商品，不予核銷補貼資金，違規發放的補貼資金應及時追回，涉嫌違法犯罪的依法追究責任。本案正是典型的先漲價後補貼線索，漲價400元，補貼388.5元，消費者實付還更高。地方監管部門如不依法追繳、不核查、不移送，就涉嫌對中央惠民政策打折執行，使國家補貼異化為商家漲價工具。第三個，這王海進一步指出，他說廠家調價不是免責牌，更不能成為地方保護借口。相關材料中出現海信家電聊天群於2020年1月11日17時08分發出調價通知，1月12日執行，涉案同型號產品上調為建議價2790元，最低價2590元等表述，但廠家調價最多是需要核查的事實，不能成為地方監管部門不查處、不追繳、不審計的理由。監管部門應當調取原始調價通知、微信群記錄、採購發票、進貨價、返利政策、價格備案、全部銷售台賬和補貼核銷記錄。他這個王海後面說是什麼意思？王海拿到這個資料，不是一個人在1月8號買的同樣一個東西，1月18號再買的時候，這個價格就差了400塊。那這個人恐怕已經找相關部門維權了，投訴了，但是有可能是相關部門還沒有立案，或者沒有予以處理，或者給予處理的已經給兩個人給了一個說法，說的這是廠家調價的，跟渠道沒關係，就跟我只是賣場，跟我賣的沒關係，是廠家要調。王海的舉報材料就說了，你不能拿廠家調價來搪塞，來這個應付，來你地方那個主管部门，你也不能拿說是厂家漲價來免責，你該去核實，該去查，不能成為地方保護的借口。你要去查這個廠家是不是調價了，那廠家調價是不是對？也就是這個事情肯定是不行的。你在國補前你賣2190，好嗎？國補來了，你廠家就給他漲價，漲400塊，完了之後消費者享受了國家補貼之後還多花11塊。王海舉報材料非常長，我就不念了。他下面對，王海他舉報材料裡面附了一個許昌市商務局給舉報人王濤的回復，關於對王濤舉報商家涉嫌違規行為的回復。王濤冒號下面針對4月7日你向我局反映商家在參與家電以舊換新活動有關舉報投訴事項，現回復如下。他的回復很長，王海在他的舉報材料裡面附了很多關於空調，這空調的截圖、空調的型號、發票、各種材料、書面，全部的他都有這個截圖附在後面。這個咱就不說了，如果大家感興趣，可以自己去王海的微博上去看。那我早就說了，像這種事情，咱們不能听一方的說法，咱們作為網絡法官是吧？那你這個王海是原告，那麼要看看被告对吧是怎麼講的。所以我們要看胖東來他是怎麼答復的。針對王海的舉報，5月7日晚，胖東來發文說，自媒體博主王海在網絡平台發布信息，稱胖東來電器於國補前提價、套取國家補貼資金、價格欺詐等問題，經公司調查核實，現說明如下。第一個，他關於這個國補前提價、虛高補貼基數、套取國家補貼資金問題的回復，他經核查，博主反映的海信空調機型價格情況如下，回復的也很詳細。第一個，他說2025年5月29號到2025年8月3號，這個首次採購數量397台，售價2690元一台，這是第一批採購了
397台。2025年8月4号到2025年11月2号，該型號空調首批已售罄，这个就是2025年11月2號，第一批397台，2690元一台都已經賣完了。2025年11月3號，又採購數量350台，這350台售價是2190元每台。他胖東來特別注明，他說這個售價為活動價，是海信空調營銷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批量採購特批政策的特惠機，也就是這個350台，這個只賣2190，它是特惠機。第四個，他說2026年1月8號，這不就是2個月以後嗎？胖東來電器商品部收到海信空調營銷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產品調價函，其中該型號空調建議零售價2799元，最低價2590元。電器部將價格恢復至廠家最低限價2590元一台。胖東來電器部售價2190元每台的該款空調屬部門與廠家特批的特惠商品。2025年11月之前，該款空調售價一直為2690元一台，調價至2590元是執行的廠家最低價，不存在故意提高價格、虛高補貼價格、套取國家補貼資金的問題。第二個，關於價格欺詐問題回復，這胖東來說，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明碼標價和禁止價格欺詐規定，明確指出，價格欺詐是指經營者利用虛假的或者使人誤解的價格手段，誘騙消費者或者其他經營者與其進行交易的行為，並在第16條到20條列舉了屬於價格欺詐的具體行為。胖東來電器相關產品均實行了明碼標價，不存在價格欺詐問題。第三個，關於與第三方平台價格差異問題回復，胖東來電器定價嚴格遵循廠家官方指導價、國家補貼政策及品牌調價文件，經與廠家給出的價格文件核對。該型號空調2026年1月在海信官方旗艦店的電商平台活動指導價為2599元，胖東來電器銷售價2590元。其他非海信官方旗艦店線上商品均不屬於海信官方自有渠道。各線上平台根據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補貼優惠券，相關價格受活動規則、補貼方式及渠道差異等因素影響，會存在價格差異。好，這是胖東來的關於王海指控他國補前提價，對吧？虛高補貼基數，套取國家補貼資金，涉嫌價格欺詐的一個回復、一個解釋、一個說明。這裡面我有幾個問題沒看明白，僅僅是沒看明白。我知道有好多胖東來的擁躉粉絲，他們智商高，他們理解能力強，反正我是沒看明白。他這個回復裡面，他沒有說2025年11月3號採購的這350台售價2190元，這個他有沒有賣完？他前面你看，前面397台11月2號之前就賣完了，賣2690。那第二次又進了350台，那這個有沒有賣完？好像他沒解釋。那消費者買了兩台，消費者一個是1月8號買了一台是2190，1月18號買的是2590。那這兩台是他第二次採購的350台裡面的嗎？這他沒說清楚，對不對？我也不知道，因為胖東來一再強調你不能自己瞎想，他沒說的，你不要靠自己這個腦補，那要起訴你。所以我不知道，這第一個。第二個呢，假設這350台還沒賣完，2190的它賣價2190，你從那個渠道那兒已經把這貨進到自己的庫房，你的進價肯定定了，你的銷售價應該你自己說了算，因為你貨你都進了，你從海信什麼漯河什麼營銷部，你從那兒你把350台都拉到自己庫房了，完了之後你賣多少不是自己說了算嗎？廠家說調價，說建議最低價259。2590，最高價2799。這個時候我又不懂了，因為這個很多大明白應該懂。這玩意，那廠家他還有這個約束能力嗎？廠家能把自己賣出去的貨通知，你的貨都提走了，你錢也給了，告訴你，你這貨你賣你要漲價，
2190不行，你得卖最低卖2590。这个我不太懂，这个厂家有这权利吗？如果厂家有这权利，那反过来，厂家是不是说把这货卖给你了？完了之后，他規定你這貨，比如1000塊錢賣給你的，他突然來個通知，你這貨只能賣400，最高不能超過400，那人商家不就吃虧了嗎？那憑啥讓我只賣400？你說哪根蔥？所以說這個咱不清楚了，搞不清楚。就是說胖東來的這個解釋，實際上就是想說明一個問題，就是說這個事情跟我沒關係，那是廠家調價，是這意思。他就想說明這個事情跟我沒關係。胖東來他沒有否認說你買這2個空調不是一個東西，沒有，那就說明這確實是一批，是一個東西。但是價格不一樣，不是騙補，那是廠家調價。但是剛才王海在舉報材料裡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你不能拿廠家調價來敷衍，是不是？所以說這裡面那胖東來就覺得自己冤了。我這就是個商場，我是按照廠家的要求怎麼賣我就怎麼賣，各執一詞，誰對誰錯我不知道，反正消費者跟國家吃虧，對吧？消費者多花11塊，明面上還享受了國家補貼，但是他多花了11塊，國家補貼資金388.5塊沒了，不知道補哪兒去了。好，這個王海立馬又回復，針對胖東來的這個解釋啊，5月6號王海是舉報，5月7號胖東來回復，5月8號王海根據胖東來的回復，他又舉報誰呢？他舉報廠家去了。因為你胖東來說是廠家漲價嗎？對吧？也就是這事很簡單，這個事得有人負責。消費者就同樣一個空調，相差10天，前面買是2190，後面買是2590，這個責任到底誰來負？那胖東來說這是廠家的責任。那好，王海就舉報廠家去了。5月8號王海又發了個微博舉報說，限制胖東來終端零售價涉嫌損害消費者利益。關於海信滷和分公司以廠家最低限價2590元限制胖東來終端售價，涉嫌限定最低轉售價格及損害河南消費者權益的舉報材料，舉報人王海，被舉報人青島海信空調營銷股份有限公司滷和分公司，這個咱就不念了，反正他舉報事項說青島海信空調營銷股份有限公司滷和分公司涉嫌通過向許昌市胖東來時代電器有限公司發送調價函，要求涉案海信空調執行廠家最低限價2590元每台，限制胖東來等河南區域經銷商終端轉售價格，涉嫌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18條禁止的限定向第三人轉售商品最低價格的縱向壟斷協議。王海的這個動機比較簡單，你總得有人為這個事負責。那好，胖東來解釋了，跟他沒關係，那就是既然是廠家的，你調價你限制，那行，那就告廠家，就這麼個事，誰對誰錯我也不知道。王海在他的微博裡面還介紹了，他說同一天款空調還是這款空調享受國補以後，海信京東自營只賣1802塊，那說明京東沒有大礙，人家這同樣都是廠家限價，廠家難道只要求胖東來限價嗎？這不要求京東嗎？同一款產品同一天，京東那邊享受完國補以後價格只有1800，這邊享受完國補之後還2200，怎麼還多400？王海還說，他說同款海信空調在京東、天貓、海信官方旗艦店等渠道曾出現過國補後補貼以後1826、1784、1879、1825等價格，這個價格是到手價，消費者可以花這麼多錢，就補貼以後這麼多錢可以到手。那就是同樣一個商品，你在胖東來去買，享受完國補之後是2201塊，但是你要在其他的什麼京東、天貓、海信官方旗艦店得到一大堆買，反正就是1700、1800，就這價格。我是深惡痛絕啊，因為這些京東、天貓、海信這些官方旗艦店都是沒有大礙，都不懂美好生活，也都不知道怎麼搞商業，這個我是非常瞧不起的。尤其是京東，你怎麼能賣1800？你加上大礙，你賣個2200不就沒問題了嗎？反正特別難理解，我就是不太容易理解這個。至於說王海指控胖東來涉嫌價格欺詐，胖東來涉嫌套取國補資金，這些東西
那肯定最後有關部門去認定，最後說不定潘东來還起訴王海，我們密切關注，咱們沒法評判，因为畢竟人家是這個標杆企業，你不能亂說人家告你，我們只能說說國外，說說國外，聊外國沒關係，我們來寒碜一下外國人。我想起了一個新聞，應該是2025年7月，咱們那個電商巨頭叫西因，大家知道吧？這個西因他在法國幹了一個什麼事？這是路透社2025年7月3號報道，說在巴黎，法國反壟斷機構周四表示，已對中國創立的快時尚零售商西因處以4000萬歐元的罰款。你這就合着這一罰就4、5億的罰款對西因，理由是什麼呢？涉嫌包括誤導性折扣在內的欺騙性商業行為。此前進行了近1年的調查，該機構同時負責消費者保護和競爭事務。他表示，負責西因品牌銷售的這叫無限風格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在折扣方面誤導了消費者，公司已接受罰款。根據法國法規，任何折扣參考價格必須是零售商在促銷前30天內提供的最低價格。西因違反了這一規定，沒有考慮之前的報價，有時甚至在打折前先提高價格。該機構稱，也就是西因把在國內那一套玩法給人家複製到法國去了，不好意思，挨了當頭一棒。在國內就是打折前先漲價，你這不是機操嗎？也不能說機操，有大愛的不一定這麼幹，也不能亂說，咱們要修改一下說法。說反正國內消費者是見怪不怪，西因把搬到法國巴黎去了，也是在節假日打折前他先漲價，漲完價之後再打折。好了，被法國的消費者保護機構給抓住了。該機構表示，其調查顯示，該公司在消費者可能享受的折扣真實性上欺騙了消費者。調查針對西因法國網站上數千種產品進行，時間跨度為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結果發現 57% 的廣告促銷實際上並未提供更低的價格，也就是消費者買完之後比他打折前還要貴，就沒有享受更低的價格。19% 的折扣幅度小如宣傳，也就是你說打8折，實際上消費者享受沒有達到8折。11%實際上是漲價後打折，有 11% 的產品漲價後打折。好，就這麼一個東西，人家法國也沒慣着他，不多就罰了4000萬歐元。問題是什麼？問題是西因啥也沒說，人家承認了，叫通過和解程序結案，老老實實把罰款交了。那麼西因就承認自己是價格欺詐。關鍵這個罰單是法國對西因開出的創紀錄罰單之一。你看，也就是美西方對這個價格欺詐是怎麼認定的？這就是價格欺詐。這還沒完，如果說這個就那叫孤立，對不對？我們再看最近在網上流傳的，我們又一家知名企業在匈牙利又被人挨了一悶棍。這家企業就是特姆，特姆就是拼多多国際版的。這是怎麼回事？我還專門查了一下，這是真的。最近微博上還有國內的網站都在傳這個，就是特姆把國內那套僅差 0.01% 的玩法原封不動搬到了匈牙利，結果一腳踢在鋼板上。什麼 0.01%？ 我也沒玩過這種遊戲，類似如砍一刀，拼多多就砍一刀還是什麼，就是說你就差 0.01% 了，如果你再努力一下，那你就能享受更優惠的價格，是這意思。因為我沒有玩过，我不知道，他这介紹就這麼說的，說匈牙利競爭管理局根本不聽故事，直接啟動調查，查的就是那個拉了全家老小都砍不下來的最後1分錢，那個號稱給現金，結果轉盤指針永遠精準停在優惠券上的鬼打牆遊戲。調查結果下來了，乾淨利落，罰。但狠的不是那近900萬元人民幣的罰款，更狠的是他們讓特姆給每個用戶直接發錢。從去年11月到今年9月，只要在上面買過東西的匈牙利消費者，每個人賬戶裡直接打進2000福林，差不多45塊人民幣。對全體的你在這買個東西的消費者都得賠錢，每個人賠大概45塊錢人民幣，不用搶，不用做任務，沒有套路，直接把錢發到消費者手上。說這一筆就掏了特姆差不多2000萬，加上給財政的罰款，裡裡外外3000萬沒了。
這45塊錢不一定能買到什麼大件，但他好像在明明白白的說一件事：耍猴是要付出代價的。我们的消費者已經叫習以為常，無所謂了。我在網上看好多王海舉報帖子下面留言，很多人在辱罵王海，說你什麼蹭流量，說你喪心病狂，怎麼專盯着這個有大愛，你王海怎麼着的？你只要說不好，馬上好多人圍攻。我在想，匈牙利的什麼競爭管理局，法國的什麼消費者保護局什麼之類的，如果在大國，那是不是也被投的罵綠了？網上只要你說不好的，你立馬大部分人在攻擊你啊！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胖東來这下又上了熱搜呢？不光是王海舉報，還有一個是新華社發了一篇雄文。我這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新華社的文章咱就不念了。這新華社微信公眾號發了一篇文章，叫《新華調查2年數十起官司，網絡黑嘴為啥頻頻盯上胖東來》。這文章很長，咱就不介紹，大家感興趣可以自己去看去。那就是新華社在為胖東來保駕護航。這個新華社調查胖東來為啥總被黑，有新華社這個力挺，恰恰正好王海現在不是在舉報嗎？你給人感覺好像這個火藥味就比較濃了，這個嚇得人不敢說了，這玩意兒傷肝傷腎呢。後來我一想啊，新華社說的怎麼說呢？我就翻了一下，這玩意兒現在不是人工智能很厲害嗎？我就讓人工智能幫我查一下，查什麼？查新華社關於華西村的正面報道大概有多少篇？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這個人工智能給出答案是說，累計正面報道至少50到100篇以上，含專題、組頭、通訊訪談、時政報道等，時間跨度從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至今，尤其是改革開放40周年、建村60周年等節點集中。報道的高峰期是2000年代至2010年代，吳仁寶在世及逝世前後改革開放紀念活動期間報道密集。近年就是2020年後，仍有零星正面報道，如旅遊、豐收節、鄉村振興實踐，但頻率降低。因華西村經濟轉型及債務問題，主流媒體整體低調。我就讓他列舉新華社這關於華西村正面報道都有些什麼報道。2018年，華西村改革發展的帶頭人吳仁寶；2017年是華西村的發展秘訣；2017年是對話吳協恩，華西村打造成真正的農村都市；2018年第一村華西住房樓宇刻畫發展年輪，後面好多一下就列了10幾個。這麼一說，我就覺得啊，也對，我也想起了加藤老師挺誰誰黃。靠山山倒是吧？他這不是有個特異功能嗎？他們挺誰誰黃得快。這個胡一靜老師來是吧？薩達姆為什麼不慌？馬杜羅為什麼不慌？哈梅內伊為什麼不慌？新華社為什麼總被黑？實際上，新華社它應該做一個平衡報道。什麼叫平衡報道？為什麼總是上熱搜？隔三差五上熱搜？你同樣做這個商超的，人家山姆怎麼就不隔三差五上熱搜？什麼開市客或者什麼沃爾瑪？或者華聯，那國內的聯華、永輝，怎麼就沒有天天上熱搜？就這麼一個，天天上熱搜，就是新華社為什麼不寫個文章說，哎，為什麼天天上熱搜？你把這個搞明白了之後，你才知道為啥總是被黑，因為你老上熱搜，看到大家就要發表意見，是吧？我一打開熱搜，都不看的不行，一看5、6條、7、8條，全是這玩意兒。什麼樣的水土養什麼樣的人，我只能得出這麼個結論。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